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初10，约伯記23章10節到11節安尼講：總是伊知我所行的路，伊試煉我了後，我要親像過鍛鍊的金，我的腳對伊的腳步，我接受伊的路，也無偏斜。三甲來祈禱，試煉阮親像過煉的金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願來到你的面前，帶着一粒謙卑甲破碎的心。你是滿有憐憫甲恩典的上帝，你的慈愛永遠佇地。主啊！阮心靈，阮是軟弱，甲常常得罪你。有時，阮迷失佇黑暗；有時，阮感覺無助甲痛苦。主啊！求你憐憫阮，也赦免阮的罪。求你用你的疼來慰慰阮，互阮通對困境中得拯救。主啊！阮的苦難，你攏知，阮所經歷的苦難，你也深知。總是你知阮所行的路，你試煉阮了後，阮要親像過鍛鍊的金，阮的腳對你的腳步，阮接受你的路，也無偏斜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